继续来关心秋兴滚塘的塘灾。台南甲嘉义拢已经甲钓潭的这个田甲处理掉。台南盐水的环白田是挖窟仔落台，若嘉义的六卡甲东石，有的嘛是挖窟仔落台来砍稻，有的是放火烧掉。 这个画面是嘉义六卡乡有怪手伫乌空砍土，伫田内面喷药啊。东石乡这边嘛有看到工作人员将农作物挖起来了后，现场就用烧的方式来处理。农业处嘛派出团队，就是为了要控制最近的秋兴滚塘的灾情。伫台南咸水、新营甲仁德嘛展开烧毁的行动，为一个姓陈的农友的番麦田开始。 有经验的农友表示讲，有真侪人会烦恼这个农地被翻土了后，有这个土质酸化的问题。因过目前政府的防治方式是有效，对着农地无害。农友会希望农友唔免烦恼，一旦发现，一定要通报。即嘛是关键时期，一定要将这个虫害控制落来，才袂造成更较大的农业损失。